喺倫敦街頭有一架非常特別嘅紅色巴士，佢嘅名叫做 Happy Bus， 而駕駛佢嘅係 Eamon， 一位樂於助人嘅巴士司機。佢同 Happy Bus 係最好嘅搭檔。每日清晨當太陽啱啱升起，Eamon 就啟動 Happy Bus 開始一日嘅工作。唔理天氣點樣，無論係陽光明媚定係落住瓢潑大雨，佢哋總係準時出發。倫敦嘅巴士站總係熱鬧㗎，大家都期待住 Happy Bus 嚟接佢哋。有一日，一位坐住輪椅嘅老奶奶需要搭乘巴士，Eamon停低 Happy Bus， 耐心咁幫助老奶奶上車，並且確保佢嘅輪椅安全。仲有一次，一群小朋友上車嘅時候，Eamon笑住向佢哋問好，而 Happy Bus 都興奮咁響咗一聲，好似喺度歡迎佢哋。Happy Bus 同 Eamon 唔單止接載乘客，仲成為咗大家生活嘅一部分。老人細路忙碌嘅返工族都感受到佢哋嘅熱心同關懷。到咗每日嘅工作結束，Eamon 總係拍拍 Happy Bus 話：辛苦你啦，老朋友。Happy Bus 得響一聲表示回應。